非常歡迎今晚喺呢個國內咧嗌做雙十二啦嘅1月12啊，呢個咁好嘅日子啊，咁好意記嘅日子啊，留下我哋美好回憶啊，先預計應該美好回憶嘅，所以好歡迎大家請大家就座啦啊，大家唔使企喺後邊就座啦啊。頭先歡迎今年我哋今晚做今晚司儀。首先我喺呢度先介紹今日與會嘅嘉賓，我先從呢邊介紹起啦。呢個我哋嘅議員 Duncan 多謝我哋麥議員 Duncan 呢個我哋嘅金融界大班大班 Raymond 呢邊係我哋嘅會長，我哋個大灣區今晚嘅主場會長德斌人大代表我介紹埋呢邊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個科技聯會嘅副會長侯總好呢個我都嗌埋啦。通貨溫總我哋通貨我哋兄弟單位嘅好，我都介紹到呢邊嘅係我哋嘅 Herbert 我都恭喜佢恭喜佢啱啱而家成為我哋嘅應該係香港 Exchange 嘅董事。係嘛？恭喜！呢好重要，係因為全球嘅金融前山㗎嘛，前山嘅呢個董事仲係哇好威水嘅，所以今晚有講下威水史。OK， 呢個我哋嘅副會長，大灣區協會嘅副會長Richard。OK， 今晚都好榮幸邀請到我哋中國電信國際公司嘅蔣華副總裁嚟同我哋分享 AI 嘅。OK， 好唔該晒。呢個我哋嘅大灣區嘅理事KK 以後有咩我哋嘅會員今晚有需要加入我哋會嘅都可以揾KK 報名，或者係我哋 Adeline 報名。好唔該晒。咁下邊咧我哋其實分幾個議程嘅。第一步咧，我想請我哋嘅會長做一個 opening。OK， 好唔該晒。多謝Tiger。咁首先歡迎大家今日參加今日我哋嘅聚會先。咁今次其實咧就係呢個創科領袖成功之路第4次嘅分享。咁前嗰3次咧我都唔喺香港，所以都 miss 咗，非常遺憾。咁因為Raymond 咧就做咗3次之後嘅口碑相當之好啊。咁我亦都即係好 miss 呢啲非常之有深度嘅 sharing。咁今次咧就唔可以再錯過特別咧有2個非常之好嘅朋友係 Raymond 邀請嚟做 sharing， 一個係 Duncan Chiu 啦，一個係 Herbert Chat， 2個都係非常之好嘅朋友。咁我都好期待今日非常之精彩嘅 sharing。咁呢個係其一啦。咁其二咧就係我哋協會咧其實係一路會辦好多非常之有深度嘅一啲活動。咁我都想藉呢個機會咧。就做少少廣告。1月16號，我哋就會喺呢個港交所嘅金融廳咧，就舉辦呢個數字經濟峰會嘅第2屆。咁我哋希望咧，就大家都可以踴躍去參加我哋呢一個峰會咁亦都喺最後咧Christmas 就到咁亦都喺呢度預祝大家聖誕快樂。多謝。下邊咧就有我哋嘅按照我哋環節咧，我哋有請我哋嘅蔣華副總裁咧，就分享下我哋中國電信咧喺呢個 AI 嘅一啲進步或者一啲成就，大家交流下。因為而家確實係今日我同應Herbert 要求咧，就個邀請啦，是一個實大個影響業界嘅事件其中其實 AI 都佔咗好大部分，其實，所以 AI 而家成為成個應該地球嘅最重要嘅事情，應該可能係。所以我下邊咧，所以我哋中國電信咧都係好重視呢個 AI 嘅發展。所以我呢次咧係邀請我哋中國電信副總裁，而佢係我哋中國電信嘅國際嘅 AI 終身嘅主人，都係所以我喺呢方面係非常有經驗，亦非常有能力。我哋希望佢做一個分享。好 ，thank you，謝謝。尊敬的这个任总、特教授，还有各位嘉宾就是非常高兴大家
能够在这里看到我们科技协会的各位嘉宾在这里面。按照会议安排，其实也是我们这个Tiger 总安排，我做一个有关中国电信就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简短的报告。先认识一下，我在中国电信大概工作20几年，一直从事这个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工作。现在呢，一方面是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还有就是整个数字化，基本上我在负责。然后呢，我是在过去20年中也是主持了一些项目。前几年我们在菲律宾建了第3大运营商，从零开始建所有的网络、所有的 IT 平台。然后呢，自己也在全集团做了很多的不管是技术还是业务的创新性的一些工作。然后自己也喜欢读书，行山，然后拍照、飞无人机。如果有大家有这种相同的兴趣，我们可以下来交流。好，我的汇报分成3个部分。第一就是简要介绍一下就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趋势。我就简短一点，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太热了。明年可能超过8000亿的美元的这个行业规模，到了30年超过5万亿甚至10万亿是肯定的。然后呢，我们讲大模型都是讲 AI， 都是讲算法，3元素、3要素。从数据来看，我们现在大模型的发展对数据质量的依赖越来越强。现在我们ChatGPT-5一直推不出来，我们的 Scaling Node 的这个极限已经到了顶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高质量的数据现在越来越稀缺。第二个是关于算力，现在所有的这个英伟达的80%的高端芯片全部被大厂，我们的微软、亚马逊，还有这个 Space， 就有被他们拿走了。我们香港能分到一点点，都是从地下的渠道走的，或者是以前囤的货。第3部分，对，就是我讲我们的这个算力、算法还有模型方面，现在整个通用大模型能力是加速迭代，我们整个的应用生态其实也在加速发展。第2部分就是关于运营商，因为整个行业里面运营商的科技算是走得比较快的。我们的发展趋势现在形成了3波阵营，像中国电信、韩国的 SK， 我们是属于第1波阵营。第1波阵营呢，它在构建全站的这个 AI 能力，包括数据、包括算力、包括基础大模型、包括应用。然后后面可能还有第2波、第3波，他们都在积极布局或者是尝试入局。然后我们整个头部的运营商，像德电、沃达丰，他们都有自己的 AI 的战略，也推出了我们大量的这个丰富的 AI 的各种各样的业务，也在开始尝试做 AI 的终端 ，AI 加手机 ，AI 加 PC， 正在陆续的推出。第3，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 AI 产业的发展情况，市场在高速发展，大模型的这个商业模式现在是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IDC 的一个预测，其实他认为年化增长率才20%，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比较保守的估计。现在我们看我们传统的 CV 为主的4小龙，商汤、云宠，他们每年亏损几十亿到上百亿，像商汤去年亏损上百亿，举步维艰。但是我们资本市场的新宠，像我们的 Kimi、智谱、百川，他们是不断的在开疆拓土。我们传统的大厂 BAT、讯飞，字节都在不断的把自己的业务做 AI 化。我们上个月的统计，字节豆包的月活5000多万用户，在全球第2名，第1名是 ChatGPT。有人在说字节开始挑战 ChatGPT 了。好，这是第1部分。第2呢，就是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电信人工智能加的战略和现在的情况。在介绍之前，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个背景，就是这几年以来，大概6、7年以来，中国电信一直响应国家的号召，在做科技创新，在科技创新上面做了大量的投入。我们现在有4大根技术，第一个是网，我们传统的现在是从5G 到6G， 我们的光纤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第2就是关于云和云网融合，第3就是 AI， 第4就是量子还有安全。这4个根技术，我们中国电信布局了7大战性业务，我们叫战略性的新兴业务，它可能是未来我们重要的增长极。比如说天云现在收入上千亿，国家称之为国家云。然后人工智能现在我们已经是在江企的头部成立了 AI 公司，成立了这个 AI 的研究院。我们现在是做了万卡万参大模型都已经 OK 了，而且现在是全面赋能千行百业。安全大数据都不用讲，量子这边汇报一下，我们在12月1号，我们天眼量子计算机这个全球第2，我们有504个量子队。前天我们到港科大和郭校长沟通的时候，他就希望我们送他一辆8个比特都 OK。因为第1名是谁？第1名是这个 IBM 1000个量子队，第2名就是我们中国电信控股的这家公司，有504个。前2天这个 Velo， 谷歌的 Velo 出来之后一片惊呼，这个非常亮眼。第3就是我们后面其实还有中国电信在手机、直连、卫星服务也是全球首个。这些
这些标志性的成果，应该讲中国电信在科技创新上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好，回过头来，我们看看中国电信的人工智能，我们称之为3个一加 M 加 N 的这个战略布局。3个一是指我们的智算云，待会儿后面还有更详细的一个讲解，还有我们的通用大模型的底座，而且是全模态，语音、语义、视觉、图片，我们全模态已经覆盖了。第3就是我们整个的数据底座，然后对内我们有10几个内部的大模型，整个营销服务。业务管理，包括我们的客服等等等都在覆盖。另外，我们还有50几个行业大模型，正在不断的赋能我们的这个政府、政务、工业、应急、教育，包括医疗，我们也在开始服务。好，让我们展开来看一看啊，就在数据层面上，其实运营商有大量的网络数据，有大量的用户数据，这一部分我们有。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引入这个政务类的数据、金融类的数据，我们跟中国银联在合作，包括人口的数据，还有公开数据。我们现在形成了9万亿 token 的高质量的数据集，而且我们背后有一个中台在为它服务。基于这些数据集，我们就可以去给多模态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去喂养料，然后模型在发展，应用在发展，场景在丰富。第二就是算力的布局，这是基于上半年的数据，中国电信的自算力达到21 flops。什么概念啊？就是前2天孙东局长在香港刚刚开了一个是1000卡，大概是1300P， 可能是我们大概是1%左右这么一个规模。就是中国电信现在有2个万卡池，有一个就在上海临港，这是我们的这个算力的情况。我们在全国自算占比超过了25%，就全国有1/4的算力都集中在中国电信手上，包括我们也有英伟达的卡，也有这个国产的卡。这是我们打造的叫2+3+7，2是一个低成本的，在贵州和内蒙，因为它的天然自然优势有。第3呢是指我们的北上广，我们的这个经济热点地区。第3个就是关于算法，算法的话，我们现在叫星辰系列的基础大模型，我们已经完成了双备案。语音大模型是国内首个独立备案，备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国家的一系列的就机构。他认可我们的这个技术的可靠性，认可技术的安全性，他愿意出来为我们背书。然后呢，我们再看视觉大模型，我们视觉大模型2.0已经可以做到几十万的标签对象可以自动识别。我们的语义大模型是叫做国产化，然后全尺寸，10亿、100亿、1000亿、万亿全开源。然后语音大模型，我们现在40多个方言都已经全部实现了识别，但差什么？差粤语。还差粤音，就是港粤和港粤的粤音混合，我们正在攻关。其实港科大也在干这个事儿，而且基于社会责任，其实中国电信把这个语音大模型的全部开源，现在网上下载量很多，都在研究。我们这个也是基于社会责任。多模态的大模型，包括我们也是12月初，我们面向开发者提供了3个平台，一个是星海 AI 中台，一个是天翼 AI 的开放平台，还有一个叫星辰的智能体这个智能体平台，这3个都在为我们的大量的这个开发人员提供相应的这个基础能力。当然行业上其实也有一些权威榜单认可，在11月初的时候，这个 Super Crew 它的评估里面，整个在中文大模型里面，我们是第1梯队 Top 3。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视觉大模型 Vest 视觉模型，我们现在在12月1号的这个微奔起，这个也是全球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我们是达到第1名，16项指标我们9项第1。我可以给大家稍微花1分钟时间演示一下。我们用自己的大模型平台的这个算法已经实现了，叫做主体目标时空的一致性。大家看一下啊，它的这个主体在任何场景下其实没有变，它的发型、它的样貌。好，第2个就是个体复杂动作的精确控制。你看，只有视频生成的，就一段话，它可以帮你生成，而且非常的细腻。第3呢，就是它可以自动实现音视频的这个同步。好，有点。航母、飞机，这都是由我们的这个视觉大模型平台自动根据你一句话来生成的。然后在行业中的应用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大家看看就知道。我们在深圳政务热线，因为现在我们也在做1823的政务热线，深圳政务热线呢，我们和华为和腾讯 PK。我们有7项都是第1名，而且领先优势还比较多。我们把它隐去了啊，这个不要吃惊，大家看看就行。好，这也是我们中国电信 AI 领域的全站视图，我们的自算底座，自算的中台，还有我们9个这个
科研的产品线。这里面看有视觉，有智能体这里面专门标了我们有具身智能。其实我们已经在研发人工智能，就是具身的人形机器人。我们还首创了现在机器狗不是去打仗，我们是去让它去做什么导盲。这个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我们这 AI 眼镜也出来了，通过这个我们去不断的赋能千行百业。然后大概汇报一下这个实践的成效吧。我们通过内部的大模型，不管是网络的、客服的、经营的，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降本的工作。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们的企业有需要做这个事情，它一定会给你带来大量这个成本下降、效率提升的这个事情。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对外，我们有50多个行业大模型。包括我们的医疗、文宣、车企等等等等，我们已经在数据治理、数据民生、数字经济上面，我们服务了大概有7000到8000个大型的这个企业。然后我们也有一些云测和端测的应用，就刚才讲的 AI 加电脑、AI 加手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是一部分这个一些获奖，我就不再说了。并不是说中国电信的这个模型有多好，我们和这个大厂的模型有一些不同的方向。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不足和困难。也希望大家得到大家的支持和理解，我们也在这个整个团队在快速的改变。那其实回过来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电信在人工智能上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其实背后是什么？是中国电信一直按照国家的要求、国资委的要求，在不断的坚持投入，遇到困难就去突破它。然后我们在其实这是10余年的积累。我们23年的时候成立人工智能公司，今年成功成立了这个人工智能的专门的研究院，然后有上千人的这个专职这个研发团队。同时呢，我们也是引进了就是行业里面的顶尖人才，比如说像李学龙老师，这个是在 AI 界的大满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然后在他的感召之下，我们计算机视觉、语音、NLP、决策智能的这些顶级专家，现在都在纷纷加入中国电信，给我们提供了技术的这个实力的硬保障。好。最后，我觉得还是要回到香港，因为我们中国电信非常看重香港这个市场。那么，香港的人工智能怎么去发展？其实前2天我们跟科大，我交流了好多次，科大的他们有个团队，也有上百人在研发相应的模型。我们交流的时候，大家感触都非常深，大家干的活都在往同一个方向。但是在提这个问题之前，我相信待会儿在座的各位有更多的这个答案。那么我首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香港人工智能基座在哪里？我们能不能够全靠 ChatGPT？ 可能是个问号。某一天特朗普有可能把我们干掉，他说不行。好，第二就是我大概理了一下，我们算力、数据有没有优势？我们的场景、资本、人才可能是香港，有可能是我们的优势。我只是大概写一下。这个中国电信其实也是非常看重这个整个的香港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所以说我们在8月份我们在香港成立了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目前我暂时我在负责我们的对内对外人才的培养，整个生态的建设、产学研行业的先进技术的跟踪，我们都在做。最后就是未来以来 ，AI is everything， 然后就是我们在面对超级智能来临之前，我们应该做什么？我觉得我们都需要一起做好准备。中国电信也愿意和大家在座科技界的各位大佬一起，我们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发展，去让香港拥有更好的 AI 的未来。好，我的汇报到这里，感谢大家。謝謝蔣總嘅分享，我覺得非常精彩啊，學咗不少東西。我哋場地唔係好豪華啊，凳咧唔係豪華凳，但係咧係紅色嘅凳啊，都喜慶嘅。所以下邊請我哋幾個成功者同我哋分享佢哋成功者之路，好冇？有請Duncan、Herbert 同埋 Raymond。好。OK， 唔該晒 Tiger。咁咧就首先咧就好高興啦，就歡迎大家，即係我哋IT 界嘅朋友啦，我哋嘅會員啦，參加我哋今日大灣區國際信息科技協會嘅我哋今次呢個 event。咁我正話多謝張總個分享啦嚇。咁因為佢即係講得好快，我猛咁喺度畫圈啊，即係快啲咁樣嚇。咁我非常之即係你個分享有好多即係好多硬件好多 AI 嚟講，咁我哋都要轉一轉啦嚇。咁正話佢講咧，即係我哋 AI 要成功咧嚇，就要人才啦嚇，又要資本啦嚇，同埋有場景。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咧
就有啲領導嘅人才咧先緊要，先可以令到佢成功嘅。咁咧就今日就好高興咧，就請到我哋兩位非常之重磅嘅 VIP 嚟同我哋分享嚇。咁好正話我哋阿楊會長講啦，咁今次係我哋今年嘅第4個呢個咁嘅成功，即係我哋 IT 界成功人士嘅新年新嘅分享。OK， 咁咧就咁係我哋，即係我成日講話我哋今年嘅 finale。OK， 有冇邊位朋友係之前3場都有支持啊？今次第4場，話好多嚇，多謝，再翻嚟啊嚇。咁咧就多謝你嚇，冇嘢送嘅咩嚟3次？有嘢送，一陣間留低，可以同我哋嘅議員影相，係咪啊？好啊，好難得㗎。咁我走先，你追佢攞禮物。係啦，咁要逼球場咯喎，你啦，係咪先 ？OK， 嗱，咁咧就或者我好快我哋開始啦。咁啊，但係我一定咧，我哋幾次咧，我哋有個規矩就好緊要嘅。OK， 咁咧就我哋嘅邀請到嘅嘉賓咧，就唔可以俾行貨我哋嘅，即係我哋 heart to heart talk， 我哋 heart to heart 嘅 sharing， 心連心嘅分享嚇。咁咧就希望你哋即係盡量同我哋分享，即係你哋嘅心得啦嚇，同埋你嘅睇法嚇。尤其是我哋嘅尊貴議員咧，我唔同男士 heart to heart 嘅喎，我就同我老婆 heart to heart 嘅。有冇呢位女士可以 volunteer 嚟坐我呢個位？我老婆唔喺度。OK， 咁咧就咁或者即係我好快咁即係介紹下點解我揾阿 Duncan 啦，咁啊邀請阿 Duncan 同埋 Hugh Herbert 嚟。咁啊 Duncan 應該認識咧，就佢就一早就喺 IT 創業啦，做咗 software development 同埋國內嘅工作啦。咁跟住咧就做投資者啦。OK， 咁而家係政界啦。咁其實一直咧都喺我哋資訊科技界咧，就係有好多同我哋推薦好多 ITCC 啊、聯會啊各方面推動我哋 IT 界嘅。咁咧就真係不遺餘力咁咧去提高我哋 IT 界即係喺整個行業嘅專業嘅地位。咁真係好多謝今日有機會邀請到你嚟參加我哋呢個分享會。咁另外一位咧就又係我識咗好多年嘅後輩朋友 ，OK 就係 Herbert。咁咧就Herbert 咧又係同我一樣係紅褲子出身嚇，大家都係寫 program， 或者陣間可以介紹少少你嘅 background 嚇。咁咧就跟住又做好多投資啦，即係我哋startup 啊 IT 嘅投資啦。咁而家就成為一個數據專家啦嚇。咁我記得10幾年前我見佢嗰陣時，成日佢就阿 Raymond 大佬咁樣，你做多啲數據嘢，咁我話我唔理佢。而家我知點解啦，真係，所以我要退休，佢係繼續可以咁樣發揚光大，就係咁嘅原因。OK， 嗱，咁所以就咁嘅原因，我想請兩位即係專家同埋領袖嚟今日同我做啲新年新分享。OK， 咁就或者我哋開始嗰陣時咧，你哋即係講一講，即係你個 career 嘅唔同嘅階段，嘅等我認識你多啲，好嘛？同埋即係點樣演變到今時今日咁有成功嘅地位，或者阿 Duncan 先好冇？我冇乜分享喎，我 career 咪不停喺度轉 career 咯。咁我諗好難講喎。我諗即係由開始，我哋你都知啦嚇，好多朋友會稱我叫做富二代啦嚇。咁我冇聽過喎。喺家族嚟講，我諗我最細啦嚇，第8。咁所以其實喺應該話年青嘅時候，我成日都想講話我係冇得揀，因為由屋企亦都好幸運啦，有個好好嘅家庭啦。咁我父親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人嚇，好有開創性嘅人嚇，亦都好有影響對我嚇。咁佢亦都係一個不停嘅創業家嚇。無論佢大家都當佢好成功啦嚇，或者亦都做咗好多嘢啦，咁佢仍然都不停喺度創緊業嘅一個人。咁佢亦都係一個好勤力嘅人啦嚇。呢個我諗我成家都學佢嘅嚇，我成家都係一個好勤力嘅一個家族。咁做到佢90歲都係日日返工。咁我諗喺之前嚟講，佢係會 assume 全部人喺佢個宇宙入邊都係佢籠罩住，佢嚟到點講咧？佢養住嘅一個咁嘅生態啦嚇。佢覺得佢身邊所有人都係佢照顧住嘅。咁所以即係基本上喺我讀完書之後都冇嘢可以選擇嘅，都要幫屋企去做嚇。咁我諗就即係我嚟講就係一個可能有啲似佢啦嚇，亦都唔係咁想永遠俾人籠罩住嘅人嚇，永遠都想自己去
創一啲嘢嘅人啦嚇。咁所以參加屋企企業之後，其實就我哋屋企家族大家已經知道啦，乜嘢生意都做過㗎嚇。咁所以我有少少睇翻而家 going back 點解我入科技咧？我諗嗰陣時喺我哋家族嚟講，唯一冇做嘅就係科技嚇，因為我哋參與嘅公司基本上地產啊、娛樂啊、酒店啊，大家都知啦。咁仲有工業啊、高爾夫球場啊、戲院啊、遊樂場啊，基本上乜都有搞過㗎啦。我哋咁我亦都參與喺個公司度學咗好多嘢。咁但係唯一冇搞過就科技咁，所以因緣際會，當年就即係一來想公司唔容易營運啦嚇。我翻嚟嘅時候廿幾歲，亦都冇得俾我打工，咁啊只能夠去公司做嘢。咁啊亦都冇人會教你咩嘅 system 啊，點樣去做嘅任何嘢。咁總之你係以為自己係老細，其實你係乜鬼嘢都冇人跟。咁啊你自己乜都要學。咁啊乜嘢行業都有嚇。咁我哋有啲虧蝕中嘅遊樂場，有啲虧蝕中嘅高爾夫球場。有個冇人用嘅停車場，香港有啲戲院就改咗去做 disco 或者播鹹片，咁內地亦有啲工廠係唔係咁經營得理想嘅，咁所以基本上一堆咁嘅嘢，咁 obviously 好幸運地就想揾啲新嘢搞，咁亦都係食咗個國家嘅潮流啦，咁啊99年開始。就投咗幾個項目啦。其實香港我都投得麻麻地，但係即係內地有一個好好嘅項目，咁因此而入咗科技嘅行啦。咁所以都係唔係冇嘢係自己話控制嘅，呢個世界啲嘢真係緣分。咁啊做咗科技行業投資都叫做一個幾成功嘅行業。咁令到可以俾我管嗰間小小嘅公司有個喘息嘅空間。咁啊，將科技嗰度嚟到養咗嗰啲唔好嘅企業，咁亦都將嗰啲蝕本嘅公司慢慢賣咗，咁啊一路做上去咯。咁所以其實我都係不停創業嘅一個過程。咁然之後做完之後，叫做通過一個比較好嘅成果，叫做參與咗科技啦。咁跟住就迎來咗一場官司啦。咁亦都自己老實講，即係一條友管個上市公司，冇人教過，咁確實。喺管理公司方面有疏忽，一個好大嘅自己嘅學習嘅過程啦。咁亦都老牌香港家族公司嘅所有嘅唔好嘅地方，我都經過了解晒啦嚇。即係好同唔好嘅地方，我都了解晒啦。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即係其實做富二代，我哋好多朋友我都明白好多壓力嘅嚇。咁然之後到做完之後，我諗打完場官司就未夠40歲啦嚇。咁變咗。改變另外一個自己嘅立場啦，就脫離家族啦。到今日大家都成日以為我同屋企有好多關係，其實就股權上或者任何上都冇關係㗎啦嚇。我都脫離晒家族嘅關係。咁我自己創業啦，咁所以就40歲開始就做基金啦，跟住就係冇諗到嘅，又走去因緣際會，就唔講咁長啦。亦都有個機緣嘅情況啊，做翻荔園啦。咁一個好唔容易做嘅，但係一個家族嘅品牌。咁跟住議員就更加冇諗到啦嚇，即係一個一路做生意嘅人，咁亦都係因緣際會走咗去做議員啦。咁所以我諗就係，即係我都係似我父親咁，我覺得有個好創業嘅精神啦。第二就係無論你行到邊一步，都盡力做到最好嚇。就有問題。多謝，即係我哋好多我哋喺你嘅我啦嚇，喺你個表面睇到你咁成功，其實背後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故事。有好多唔同紅褲子係咪去做唔同嘢，同埋我覺得你心懷都好啊，即係一直係改變緊嚇，同埋有個 independence。咁你父親我同佢有好多聯絡嘅，你冇講到你一樣嘢，你冇學到佢嘅。我當年識佢父親嗰陣時係每逢禮拜日咧同佢一齊賭馬嘅嚇。咁呢個你係暫時未 pick up 呢樣。未知啊！佢70歲之前佢係唔賭博嘅，佢一個人。佢70歲之前係從來唔會去賭博啊！我阿媽係打麻雀，係俾佢鬧到狗血淋頭，佢係不會賭博嘅。但係到咗佢70歲之後，當然佢都仍然翻工好勤力。但係70歲之後，我諗佢自己開始有啲 hobby，咁佢就會去玩下馬仔啊之類。但係佢70歲之前係從來每日夜晚係睇書，係。OK，唔該。咁 OK，咁依家你創業嗰啲，我陣間再問你向你偷師學師就同我哋分享下。咁Herbert。你講一講你嘅 career 嘅 stages 啦，咁樣發展到今日咁成功嘅地位。我係阿 Raymond 後輩啦。我喺一畢業就喺 Hong Kong Bank 啦。咁佢係坐窗口位係老細嚟㗎啦已經。
咁啊，成間我哋 I T 界喺我哋公司裏邊咧，就呢個係明星嚟嘅。今日揾你嚟唔係，咁你叫我講，即係你叫我講來龍去脈啊嘛，咁我就即係點解頭先佢稱我為後輩咧？係因為真係睇住佢大嘅嚇，咁就咁但係咧就我其實唔係好中意做 programmer 嘅。咁雖然入行係咁入啦，屋企好中意我入 Hong Kong Bank 嘅，即係但係所以我離開 Hong Kong Bank 嘅時候咧，我屋企話：點解你唔通知我就走咗去第二度啊？咁但係其實我就好似一見到互聯網呢個世界咧，就好似即刻會游水咁啦！一跳落去咧，就覺得哇！呢個係真係充滿咗即係機會嘅一個世界。大家都知道當年嘅互聯網可能即係95、96年呢啲時間咧，其實係好初期嘅香港。冇咩人去做呢一行，或者我阿爸話：喂，你係咪俾人呃咗啊？咁樣咧，去咗做啲我都唔知你做乜嘅嘢。咁但係好彩咯，即係啱啱起步嘅時候就走咗入去做一啲大家都可能未係好知佢做乜，但係竟然係一個未來嘅嘢。我諗呢個好得意啊！呢個 starting point，因為當其時咧，阿 Raymond 都識黃志堅啊，即係我上邊舊嘅同事係啦嚇。我咧辭職嘅時候咧，佢話：喂。佢話去到我真係辭職嗰刻，要最後決定嗰刻，佢話俾我聽，其實我係你，我都走啊！即係佢得走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你當你自己覺得有啲嘢你係好中意、好嚮往嘅話，唔好留喺一個地方裏邊去點樣㗎？揀嚟啊，係咪先？你好辛苦。其實我後尾點樣會發現自己唔係咁咧？晚晚6點鐘睇住個錶就去 canteen 飲嘢啦。即係你先28樓有個 canteen 嘅嘛 Hong Kong Bank。咁你喺度做乜咧？你點解要喺度磨咧？啱嘛？無謂啊嘛，即係磨喺一個位度，咁所以就決定咗即係要離開咯。咁我諗好好彩嘅，我唔知點解每一次都咁好彩嘅，即係頭先或者有啲跌宕嘅情況下咧，都係好彩嘅，即係話互聯網嘅爆破啦，馬化騰話 high tech high 嘢，low tech low 嘢，點知我即係一離開咗香港個互聯網之後，咁我就入咗 MSN 啦。即係有個機會跌落去嗰下嗰陣時候咧，竟然下一個機會接上去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因為亦都因為入咗 MSN 之後就去咗中國做嘢啦。即係咁多跟住落去咁多年都冇翻過香港，主要都係喺國內裏邊。咁啱啱食晒成個可以叫食晒成個互聯網中國嘅潮流咯。MSN 嘅 launch 啊、search 啊、portal 啊，然之後 eBay 嘅 e-commerce 後來 join 咗。然之後再做埋 B to B， 再入埋阿里巴巴，然後由一個互聯網變成移動互聯網，跟住再去做大數據，然之後人工智能咁，即係個浪係一路走過去嘅時候，啱啱都係喺嗰個浪啱開始嘅時候，我就搬咗龍門去咗另一度啦。我諗我我自己覺得我最有眼光嗰次咧，就係唔做 MSN 走咗去 eBay。我嗰陣時係覺得e-commerce 係更有前途嘅。我認為 e-commerce 因為 searching engine 咧，呢個世界只能好有幾個嘅啫。但係電子商務咧，係間公司都要嘅。咁我嗰陣時就咁決定，覺得一定要行電子商務呢條路啦，咁樣咯。其餘嗰啲嘢我諗慢慢可以傾。不過條浪係你會覺得每一次跌落去嘅浪上翻嚟嗰下都係個機會嚟嘅。咁當然啦，最重要嘅一樣嘢，我覺得係要有好嘅伯樂咯。即係你每一次上嘅時候，基本上都會見到一個伯樂。如果個伯樂帶到你去到另一個 stage。OK， 唔該晒，唔該晒。阿Herbert，你真係分享得非常之好啊！就即係有幾點咧，即係令我好大嘅感觸。第一點咧就唔好就喺個匯豐銀行裏面係咁屈咁跟住揾機會去做第。咁你直情係唔係匯豐銀行唔好嚇，不過係即係唔好磨咁解啫。係啦，咁你直情係講咗我出嚟啦。我就喺嗰度磨咗36年啦，磨到退休咁就係咁第二就係即係你講或者我哋無論做嘢嘅人生都成日好多浪上落。OK， 咁當然落嗰陣時咧，未必係唔好嘅，即係你跟住可以有機會係上一個浪更加大嘅浪。咁而係自己去爭取，自己睇啲機會咁樣。咁第三，我覺得你哋即係呢啲成功嘅人士咧，真係有好多共同點嘅，就係非常之 humble。成日都話係運氣啊，我覺得就唔係淨係運氣嚟嘅。即係你點樣去睇到嗰樣嘢，你肯跳出你嘅 comfort zone，然後去做唔同嘅嘢，好似
正話阿 Duncan 講我哋做咗咁多行嘅嘢，我就係去 try 個 IT 嘅行業啊。咁然後跟住個樓上，咁即係你兩個真係好多相同嘅地方。多謝你分享。OK， 咁咧就第二樣嘢我想問嘅咧 ，which is 你哋都正話講咗少少，我都要問。OK， 喺你哋咁多個浪嘅裏邊 ，OK， 有邊一個浪，邊個工作崗位 ，OK， 你喺你嘅人生嘅經驗，你嘅職途嘅經驗裏邊 ，OK， 令你學到最多嘢，令你覺得感受係最大嘅，同我哋分享下好唔好？或者我阿 Hubert 你講一講先。個氹越大就學得越多嘢啦，係咪？即係我啱啱離開一間公司跟住阿里巴巴叫我入去，咁好大嘅機會啊，係咪先？咁但係咧入到去之後咧，嗰個部門原來啱啱接埋嘅，所以你入到去嘅時候咧，嗰個部門剩翻2個 intern， 原來啲人都走晒啦，個氹就最大啦。咁喺咁氹咁大嘅情況下，就好似打麻雀咁咧，摸到咁差嘅牌，你要逐隻鬧埋你，逐隻鬧埋你咁去打咧。咁但係嗰個過程中，會學到好多嘢咯。譬如你點樣創新，去到漏咗一啲原本已經離開咗你部門嘅人要翻嚟啦，街外嘅人才點解會無端端入去你度啦？人哋外邊都可能聽到你哋啱啱接埋咗個部門，你就走埋去啦。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個氹越大咧，你要填翻去嘅時候，你學嘅嘢就越多咯。我覺得雖然你話問我嗰陣時，我心裏諗啊好多唔同嘅，你係問我好多可以答你好多唔同嘅答案。不過我就覺得係氹越大，機會就越大。然之後你得到嘅嘢亦都越多咯，因為好似洗牌咁洗晒啦，跟住你重新再嚟過，你諗你唔係接住人哋啲嘢喎。係徹底地要洗晒成副牌咧，再諗過我點樣去做呢件事咯。哇！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睇法，同埋你經歷嘅嘢咧係最特別嘅，係嘛？即係你當你去唔係填個氹啦嚇，即係去整翻正個氹。咁我想 before 你講，我想問先，咁點解你明知係個氹咧，你會走咗去做嘅？因為我咧其實係一個我形容自己係一個比較大器晚成嘅人嚟嘅，即係話咧我最後都係當我一去到，就算我做產品經理嘅時候呢，我都未係真係如魚得水嘅。唔知點解做下之後，我發覺我自己其實好中意數據嘅。一聽到數據呢，我就開始精神㗎啦，即係瞌緊眼瞓都突然間會精神啦。咁我會諗好多嘢，呢個數據可以點樣攞，點樣做？因為咁樣，所以即係會係特別覺得呢件事情我一定要去，因為當其時咧，其實我係已經有另一間 startup 咧等咗我好耐，即係 Microsoft 嘅一個老細就開咗另一間公司啦，話房都俾埋我㗎啦。咁咧就有窗喎，好似你以前個 Raymond 井有窗喎個 office 嚇好正喎呢個話。咁你都唔揀，你跟住去翻。冇揀，我當其時咧就我嗰陣時打電話俾我，即係其實我去做 training 嘅，我幫阿里去做一個training 嘅時候咧，我唔知道原來佢哋暗啞 lunch time 原來係 interview 嚟嘅。咁啊，我又冇俾 CV 佢，咁跟住咧佢就一路同我傾偈啦，傾完偈之後咧，我就後尾問我會唔會去，我話唔會㗎啦，應承咗人哋，等咗我2年，我點唔去啫？咁但係佢後來咧 weekend 嘅時候，即係而家嘅老細，嗰陣時嘅老細就係而家嘅董事長阿井前棟啦，就打電話俾我話：喂，其實我哋阿里最多數據㗎咯喎，你唔嚟呢度去邊度啊？仲有一樣嘢就係咧，我哋係 offer 俾你，你中意入嚟點搞就點搞。咁我聽咗呢句嘢之後，你覺得一個環境，佢可以俾你愛做嘅嘢，佢話你入嚟你點做都得。當然我唔知，但後來得翻2個 intern 啦嚇。咁但係佢話俾你聽，你入嚟你可以自己創造自己嘅嘢。嗱，最 exciting 嘅嘢就係當其時咧 back into 嗰陣時係2010年，全世界都唔知咩叫大數據嘅，得個字嘅啫，即係得個關鍵詞叫做 big data。冇書睇，冇書睇，冇人學。你喺嗰刻坐喺嗰度，跟住喺度諗緊啊，點樣可以創一個大數據出嚟咧？我覺得嗰樣嘢嗱，當然入去嗰陣時都未係諗住要創個大數據，只係覺得咁大扎嘅數據，咁我點搞咧？咁因為咁樣，我覺得第一啦就係 something make me exciting。另一件事就係我覺得人生唔搏下，所以我成日都記住一個字。我細個打乒乓波噶嘛，你而家細個有一個人咧叫容國團啊，佢就幾隻字啫嘛，講咗人生難得幾回搏啊嘛。係嘛？嗰陣時我一路諗人生難得幾回搏，你有嗰個機會嘅話，你唔搏，
咁所以其實就係咁簡單咯。唔係嗱，呢個係我覺得好深奧同埋即係好真實嘅睇法啊，非常之有用啊！即係你睇自己興趣，睇到個機會，OK，嗰個氹係俾到個即係一個無限嘅機會俾到你，然後自己去爭取去搏咧，我覺得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分享啊！或者我講些少啦，即係我成日同好多朋友講咧，啲人話成日揾一個好嘅老細，我嘅經驗咧，我跟啲最差嘅老細咧，我學到最多嘢。跟個差嘅老細咧，嗰個氹係最大，我自己學到嘢係最多嘅嚇，即係我少少 echo。OK，Duncan，你做邊樣嘢？你覺得你對你嗰個影響係最大，你自己嘅得益係最多嘅啦。我諗氹冇人大得過我嘅咯喎，應該就不過嗰個未必係影響最大，不過都可以用嚟舉下例子嘅，係咪？即係氹冇人大得過我。頭先都講嗰個，譬如打場官司啦，官司係咩咧？其實唔可以叫官司，係俾政府告 ，OK， 係雙罪科告，跟住係同大家睇電視一樣，係5點零嚟敲門，係被拘捕。咁你諗下，一個20零歲啱啱結婚，有2個小朋友嗰陣時嘅一個叫做管緊間上市公司，投資緊好多項目嘅一個僆仔，對我嚟講，哇！我真係唔能夠接受，因為老實講，我係管緊間公司。我亦都個事源就唔講啦，大家都明白啦。總之我成件事都係幫公司賺錢嚇，希望能夠幫公司賺多啲錢。咁係一個抽新股嘅行為入邊，就同我老豆夾咗個 account， 公司個 account 同老豆個 account 夾埋抽咗。大家都知道嗰陣時抽新股係咩世界嘅，抽到就覺得揾錢㗎。咁用咗我父親個 account，因為個名氣等等啦嚇。咁嗰陣時好多 banker 都話啊，你老豆啊個個都要做咩 cornerstone 啊，乜乜物啊，實抽到㗎啦。咁總之個個人都有責任嚇，社會亦都有問題，嗰陣時嘅風氣等等。咁其實嗰一個 purpose for 我嚟講就係希望幫公司閒置嘅資金賺多啲錢，咁樣嘅一件事。跟住會忽然之間，首先會有人舉報啦，我唔知邊個同我咁大仇口啦，即係舉報啦。第二就係會俾人，我會覺得嗰陣時係放大咗一件事嘅，因為可能係 OK 係 corporate governance 上，我到今日係承認。幾時都承認 corporate governance 上做得唔係最好，一個老牌嘅上市公司，一個僆仔 CEO 冇受過正統教育係應該要受到懲罰嘅。但係原來呢個世界有啲人又會覺得，喂，名氣喺某啲部門嚟講都要交數嘅，包括 ICAC、CCB 每年要有幾多個大案，咁你會唔會俾人放大咗呢？咁我唔排除啦。咁變咗可能係一啲平時可能係證監會譴責嘅嘢，咁就變咗一個政府行為拘捕上頭條嘅一件事。咁所以如果你個人個思維你接受唔到嘅，其實都係可以去好負面。第二就係香港嘅司法制度亦都學咗嘢啦，經過即係原來打場官司係可以打2-3年嘅一個咁嘅折磨。即係對好多人嚟講，我諗真係香港打官司係一個好大嘅成本嚇。我亦都學識咗呢樣嘢，錢要使好多嚇。時間你會好大嘅折磨，即係唔係一般人能夠接受到嘅。即係如果你可以好負面咁諗咧，你就死鬼咗啦。因為你點解要搞我咧？第一，第二就係哇，你嗰幾年時間，你可唔可以唔生活呢？一般嘅人係嘛？第三，有冇人有錢能夠真係打到一場好嘅官司嚇？使咗好多錢，咁所以即係亦都仲要過程入邊，我諗最主要學就係你即係。睇到邊啲係真係朋友啦，我諗呢啲係最緊要，即係你跌得越大就學得越多啦。咁變咗亦都好多平時稱兄道弟啊，咁甚至乎親人啊等等，你都會見識到嗰個情況係如何。咁所以我諗呢啲就個人嘅觀念嘅思維係好緊要咯，即係你係咪能夠樂觀面對，即係唔容易㗎嚇。即係你一個幾年嘅官司係一個好唔容易。咁當然最後咧我打贏咗啦，咁亦都證明翻自己嘅清白啦。咁但係唔容易嘅嚇，即係呢啲氹我諗都冇乜人跌得咁深㗎啦。亦都你自己喺度諗，哇！如果我唔係邊老豆個仔，唔係邱德根個仔，係咪會搞到咁大咧？咁你好多人會諗咗好多唔同嘅嘢嚇，即係你可以去好負面咁諗。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嗰個係最大嘅影響啦嚇。咁亦都因為咁樣令到我有個決心，之後就脫離咗屋企嘅公司啦、業務啦嚇。咁覺得喂。OK， 喂，真係多謝你嘅分享啊！即係其實你就講到即係金錢上啊、時間上嘅折磨，即係其實精神上嘅折磨都係我諗個壓力都非常之大嘅。
咁好多謝同我哋分享嘢啦。咁其實我哋我哋每個人都會遇着自己一啲咁大嘅挑戰啊。咁我而家明白到點解今日見到你咧，成日處變不驚。OK， 樣嘢都好 independent。OK， 同埋咧，我哋喺業界好多朋友咧，佢唔知㗎，即係我問翻朋友，點解你成日咁喺唔同嘅方面咧幫阿 Duncan？其實喺好多嘅情況之下咧，咁多年裏邊咧，你所做嘅嘢係幫咗佢哋好多。OK， 咁啊跟住之後咧，我睇到佢哋又係可以幫翻你。咁即係你喺呢啲咁嘅即係經歷嘅磨練上面咧，真係即係可以做到，即係認識到能夠做到好多好嘅朋友。咁大家互相幫助，呢個真係非常之對，尤其是對你而家啦，係咪都係非常之幫助，對我哋業界都非常之多幫助。OK， 咁我跟住我就想講一啲關於你哋嘅專業，我叫你哋嘅專業嚇。咁你哋個專業嗰方面咧，就分享下你哋經驗，因為我諗我哋都好多啲朋友同埋我哋 member 都想聽下你嘅 insight，你獨特嘅見解嚇。咁第一個領域咧，我想問下 Duncan 咧，就係當然係投資嗰方面啦嚇。咁呢度在座我睇佢哋有好多，即係都未必係富家子弟嚇，但係都做到咁上下啦，咁有好多錢啦，咁啊再搞投資啊，即係創業嗰啲投資嚇，我唔係講話股票市場嘅投資 OK。咁咧就我想即係喺你嘅經驗嗰方面咧，喺一個如果佢哋出嚟創業，首先係從一個創業家，我哋話成而家 startup entrepreneur 咧，佢哋係要有咩即係要有咩精神，有咩好嘅 experience？你俾咩啲 advice 佢哋？如果佢哋而家打緊工，尤其是呢度有好多 HP 嘅同事喺度嚇，咁想出嚟創業，你會俾啲意見，俾咩提議俾佢哋咧？你暗示做創 HP 業做咩先？係啊，啱，因為好多 HP 嘅朋友同我啱講開啫，因為個老闆啱離開咗，所以我講啫。冇喎，其實真係冇一條線。呢個問題我諗去邊度作為 investor、VC 個個都會問，亦都冇人會答到，因為一定你投嘢一定係投人嚇。咁但係投人即係等於你打仗咁，唔同階段有唔同需要嘅人。你三國嘅時候出啲武將，你管天下嘅時候你需要啲文官，係嘛？你唔同嘅時勢出唔同嘅英雄，你係咪中嗰個時間你唔知，但係即係我諗好多即係五花八門，大家唔同啦。有啲人中意投 trend 呢排 AI， 我揀晒最多 AI 嘅嘢，我咪抌扎錢落去，咁咪中意中咪中咯。咁呢個冇話唔係嘅，咁好多人都係咁做嘅。咁變咗我哋嚟講，我自己覺得最緊要都係投人嘅，但係人係有唔同階段，有唔同需要嘅。即係你互聯網嘅階段，大家見到最緊要係講 execution 嚇。互聯網階段，因為你個科技門檻比較低，你係講 execution，所以你見好多真係廿零歲個僆仔出到嚟，一隊團隊肯搏肯砌，美國又好，中國又好。最緊要快啊嘛！馬雲嗰陣時最興個為咩不怕，為快不破。我覺得今日呢個世界係唔得嘅，因為你喺互聯網嘅年代，你係講 execution 啊，大家鬥快砌，好多錢湧入去，咁嗰個年代就出嗰個年代嘅人。喺嚟緊呢個年代嘅人，我覺得係要真係有一啲 deep knowledge 啊！而家呢個世界大家行緊嘅錢入去，不管你係 deep tech 啊、science 啊、biotech 啊。都係需要有一啲比較深嘅科技門檻嗰方面嘅人才，所以我會覺得嚟緊嘅方向，你都係要有一定心間。你未必會見到好多廿零歲出嚟做到獨角獸嘅公司，可能你反而我覺得香港我都有信心嘅，即係譬如我哋啲院校啊、大學啊，真係喺一啲多年嘅科研成果走出嚟。嗰類型嘅企業會係嚟緊嘅方向咯，咁所以你話投資者其實都係要自己要 take 個 position 啦，我哋叫做自己要有一個方向咁啊去投啦。咁所以我諗唔同時勢有唔同嘅人咯，你可能話一二段，但係總的嚟講，我諗一般成功嘅創業家，你見到都係偏樂觀嘅嚇，即係佢嘅 execution 啊，或者佢對嗰個執行力方面亦都係好強嘅。咁你呢方面嘅無論係唔同嘅 cycle 嘅人，都係會領先啲咯嚇。佢要有好強嘅執行力啦，man management 啦，管人嘅方法啦，
嚇，同埋嗰個樂觀嘅心態，我諗一定係 founder 好需要。多謝你，多謝你話真係塞錢落我哋個袋喎，真係啊！即係唔係淨係靠佢講啊，去 sell 佢嘅 ideas 啊！即係我諗呢個年代都過咗啦嚇。我諗 sell 好多人喺 sell 入邊冒到好多錢，因為你喺個股市高嘅時候，或者啲錢 private market 比較多 capital 嘅時候，好多人能夠成功冒到資，好多人短暫成為獨角獸，但係嗰個係因為個個世界經濟問題同埋個 capital market 嘅影響，但係你唔代表你最終會獨角獸啦。今日大陸嘅獨角獸我諗死咗一半嚇，我哋最高嘅時候有600幾700間，我諗而家300間我都唔知有冇。咁變咗你短暫嘅風光，你冒到尖，唔代表你係最終會成功咯嚇。短暫成為獨角獸，我認為都唔係一個指標嚇。你最終係咪成為阿里啊、騰訊啊，可以一路行到落去？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回事。咁而係即係 down to 即係個 executions 啊，個 founder 嗰個 character 同埋 attitude 係嘛嚇，同埋即係嗰個科技嗰個掌握個重要。有時而家 AI 都係好 popular 都係。冒錢能力好多人都有嘅，好多人都識去冒錢嘅，喺尤其市場好嘅時候。咁你冒錢之後，有啲覺得係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咁亦都好多人真係 fake 到最後都係死咗啦。咁你 Faranois 美國咁嗰位女士都係好成功，冇好多錢啦嚇。都唔代表你能夠笑到最後，你中間能夠得到啲乜，亦都唔會得到啲乜嚇。咁所以即係我諗，最後個公司係咪能夠成為一個成功嘅公司，都係要靠佢有冇一個產品同埋盈利能力咯。非常之好，多謝，真係塞錢落我哋袋啊！OK， 唔該晒阿 Duncan， 阿 Data Expert。OK， 咁啊，如果我哋呢度啲 member 想 move 去做 data 喺 data 嗰邊發展啊，成為 expert 又做好啲，咁你有咩提議俾佢哋咧？我自己覺得喺咁多年嘅發展裏邊咧，我會發覺其實data 嘅基本技能啊，好似 programming 咁嘅啫，唔難學嘅。即係只係咧，反而係嗰個 data 學某個行業，你係咪真係可以深研究到個行業同 data 之間嘅關係，或者 data 幫到佢乜嘢，嗰度先係難咯。即係好似好多時我同啲朋友講，喂，你係大數據專家，我話唔係嘅，其實係大數據專家括好電子商務。即係我熟電子商務，所以當你一講電子商務大數據嘅時候咧，我真係可以數家珍咁話俾你聽啊，咁樣。好啦，最個圈大少少，我最多可以話咧就大數據括好呢個消費啊，消費市場我都熟嘅。喂，但係一去到工業咁就即刻停咗，講唔到嘢㗎咯。咁我通常就會同啲朋友講話，喂，咁啊，不如我舉一反，你反三啊，我舉啊，但係我唔可以套咗落去你嗰度話俾你聽，你係點㗎嘛？因為我嘅經驗中，我只係喺因為專家呢個字咧，通常真係個專字好緊要嘅，就唔係磚頭個磚啊嘛。所以你係專家嘅話，你其實你真正熟嗰樣嘢就係嗰樣嘢嘅啫咁咯。所以我如果話想入呢個行業嘅話，我覺得反而係個思路點樣有一個data thinking 嘅一個思考方式或者思考方法。簡單地去講，即係話以前嗰個世界咧，即係信息時代咧，我哋得到嘅數據好少嘅啫，所以我哋嘅 mindset 慣咗當冇嘅，當冇嗰啲 data 嘅。但係今日啲 data 係容易攞好多嘅，咁所以個 mindset 突然間變咗係咧 ，Imagine you can have all the data in this world， 你會點睇呢件事咧？我哋會咁樣去，即係我會建議大家會改一個思路去諗咯。即係以往嘅思路，其實我哋唔會預料數據咁容易得到喎。唔該晒，真係個思路。同埋我都要同佢哋買下廣告嚇。咁咧即係阿 Herbert 出咗幾本書㗎。其實我睇晒㗎啦，一個送俾我。咁咧就真係有好多介紹，即係喺 data 方面佢自己心得啊。咁我自己都學到好多嘢。咁即係呢個又係另外一個。有冇攞嚟買馬？係嘛？冇，我未去到嗰個咁高嘅層次。咁啊可以諗一諗，同你一齊合作。OK。咁咧就我再問多一個私人嘅問題咧，我就想將跟住個時間就 open 俾大家去問下我哋兩位成功人士，即係個 IT 界成功人士嘅問題好嘛？大家預備下啲問題，越難越 provocative 係越好嘅，即係好似我之前嗰幾次嘅 session 都係咁樣。OK，咁啊翻返去就嗱，你兩個都好成功啦。咁我哋今日就講成功之路啦嚇。咁或者真係分享下你個人即係做人啊、做事啊嗰方面成功嘅心得嚇，你嘅 mentor、你嘅 principle， 咁同大家分享下好唔好啊？或者阿 Herbert 先啦。其實你一路講成功，我每次個心裏點樣打個突嘅，你知唔知啊？不過因為你今日個主題係咁咧，所以我冇辦法反對咁解嘅啫。
即係唔可以反對嘅，真呢啲係係我哋睇你嘅，一定係。我哋真係一聽完成功呢個字，我好驚啊！你知唔知啊？即係稱唔上成功啦，或者不過你問我，如果分享少少呢樣嘢，我就覺得，因為我做嘅行業好多時咧都係啱啱嗰個行業一開始我就入去㗎啦。咁所以因此我係好着重於我揾唔揾到叻嘅 mentor 或者師傅去跟佢學嘢啦。咁啊，你即係我想分享俾大家就，但係凡係叻嘅人咧，你揾到佢，佢都係好 busy 嘅，佢係唔好得閒咧俾你請教嘅，係咪？咁就睇你揾咩辦法攝隻腳落去啊嚇，揾啲辦法喺嗰個時間裏面，居然其實佢拒絕你都係一個考驗嚟嘅，因為咧冇辦法，佢真係冇時間睬你。喺佢喺嗰個年代，佢都係 pioneer 嘅時候係嘛？人人都想揾佢㗎啦。咁嗰個時候，咁我覺得即係揾個師傅好難嘅。咁啊，如果俾你揾到嘅話咧，真係要盡量俾心機去，即係令佢肯教你咯。咁即係特別係當你入去嗰個行業，其實係一個好新行業，你冇辦法係喺本書度又抄唔到，經驗又抄唔到。佢講一句嘢咧，可能你已經係可以少走好多彎路嘅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嘅經驗喺咁多年裏邊，呢樣嘢對我特別重要咯。如果要再加多句嘢咧，就係自己知自己缺點。咁所以因此咧，我身邊嘅朋友咧，通常我都希望我盡量同佢合作，譬如好似同阿 Alan 合作咧，係因為咧，我係一個好唔識得去接觸唔同嘅人嚟嘅。你唔好睇我喺呢度 panel 度，我可以講好多嘢。其實咧，我一去到嗰啲中國會啊嗰啲咧，Raymond 知道啦，就匿埋喺邊度自己飲茶嘅。即係只有阿 Alan 佢哋呢種啱啱同我性格可以大家夾到嘅人先會，Herbert 你過嚟，我介紹你識呢個，咁我先有機會，即係知道自己缺點啦，咁啊自然係要揾啲人瞪住你，係啱啱可以補翻你呢個缺點咯。即係一個係師傅，一個係朋友，你呢兩樣嘢點樣可以瞪住你喺成個人生中可以幫到你呢？即係一個係由上而下嘅，一個係平走住，好似阿 Raymond 咁，我雖然唔敢稱佢為平輩啊，係嘛？咁但係即係都係諗點樣可以大家可以即係多啲朋友，即係所以我哋宗教有句話叫多個朋友多條路啊，係嘛？但係都唔好攬嗰個嚇，即係你一定要係啱，大家可以 complement 到嘅就最好咯。我兩個經驗非常之好，非常之好，真係好 heart to heart 啊！我係好衷心咁贊成，即係去揾師傅，即係去揾 mentor，係一樣唔係咁容易嘅事情。即係去揾到同埋能夠可以 engage 到，即係揾到佢肯同你做。我想問一問就係話咧，即係你揾到嗰陣時咧，你點樣去盡量發揮係攞到，唔係攞到啦嚇，即係令到你係得到最好最大嘅成果。因為我見好多人去可以揾到個師傅 ，OK， 但係佢係唔可以用到嗰個機會而係做得好嘅。好得意喎！你問呢個問題咧，大家分享下。我人生中有幾個師傅都係好用個字叫做好串嘅，即係我第一個學嘅咧嗰個叫做黃庭之，串到爆嘅，即係意思即係你埋去，你嘥佢時間，佢第一件事就踢你走，第一件事話你未諗清楚，你唔好同我講嘢，係咪？第二個師傅咧係我入 Big Data 嘅時候咧，我個師傅係一個 Amazon 嘅首席科學家嚟嘅。我試過問佢嘢，佢話 You should quit now。我話點解呢？佢話你頭先問我嗰個問題，你都唔適合做我徒弟，你應該 quit 阿里巴巴份工。Because I'm asking you， 3個月裏邊，而家阿里遇到嘅困難係乜？你可唔可以俾3個答案，俾3個方向我，同埋並且用咩數據去形容呢3件事？你答唔到我啊嘛？咁你點解要喺嗰度坐喺嗰個位度啊 ？You're not in， 即係你唔係足夠能力坐嗰個位，你快啲走添啊嘛！即係咁，你逼使到我就會心裏邊諗，我真係要諗清楚點樣再答你先。你每次打電話俾佢都驚嘅，你知唔知啊？即係每次見到佢，你問個問題你都驚嘅。即係話嚴師出高徒咧，我覺得即係你頭先問我就唔好話。哇！人哋得你一句之後，你就覺得哇走啦，係咪？咁你其實失去咗一個好重要，但調翻轉頭，佢嘅時間係好寶貴，所以因此佢先唔會咁。咁慢慢大家變咗亦師亦友嘅時候，就當然會
教你啦。但係當初嘅時候其實一定係咁，你一問佢就已經話 OK 唔該請就係咪？因為你都喺度浪費我時間，仲喺度同我係嘛？我冇咁嘅時間同你慢慢 entertain 你嘅咁咯。OK，我都非常之贊成，我自己都有啲咁嘅經歷，就真係你個 preparations 同埋你 well prepare 同埋要從佢嘅角度去諗到，然後點樣去大家交談同埋點樣去分享咁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去做嘅。唔該。Duncan 咧，你有咩即係你個自己個 personal drive 你個 value 同大家分享下，即係點可以做成功？我諗你要 go back to 咩叫成功先？咩叫成功啊？我諗喺你自己，即係我哋自己所做嘅領域裏邊，有人 respect 你，OK 同埋你嘅 achievement 咧係即係你覺得係 near the top 或者 above average。OK， 第三咧就係你覺得個自己咧係一直係咁係嗰個 performance 係一直係推上去，然後係 improve 緊嘅。咁即係我覺得係呢啲，我自己覺得成功咧就係咁嘅睇法。咁所以咪就係大家每個人對成功嘅睇法有唔同嚇，有人係 on personal pursuit， 有人係 on 一啲唔同嘅 measurement， 有啲人係覺得喂我死嘅時候咪最多錢嚇等等。咁你好難 measure 成功呢兩個字嚇。咁我諗有本書最近可以睇下，我最近都有啲 friend 推介《Die with Zero》嚇，咁你就點樣喺你即係唔好留低任何嘢俾自己嚇。咁其實我諗就我係幾悲觀嘅人嚟嘅，幾悲觀主義者，不過我行為樂觀啫嚇。咁我係行為樂觀嘅一個悲觀主義者，我經常都係睇到好多。咁你都非常之成功喎！你大家成日都會見到我講好多悲觀嘅問題啊，股市就死啊，而家個金融制度好大鑊喺香港。咁但係你個行為你都要去改佢㗎，你都要去做㗎。咁所以其實我比較中意嘅最中意嘅研究嘅書係呢個宇宙學。咁而家嗰啲咩 M theorem 啊，即係嗰啲世界點嚟？我成日同啲仔講呢啲嘢好慣。咁其實即係人喺世度即係幾廿年嚇。咁所以我覺得係你做啲咩嘢嚇，係叫做影響到其他人嚇，或者影響到留得低嘅嚇。咁我會覺得嗰啲先係叫做 measurement of 成功咯嚇。咁所以咁而喺呢個去睇下有咩你能夠做到，能夠推動到。咁呢個係一個 measurement 啦。所以我話點 measure 成功，大家要傾下係咪 align 先。呢個睇法。咁大家有唔同嘅方向。咁即係我覺得我老豆成功過李嘉誠㗎嚇。你計錢可能佢同我爭好多嚇，但係佢影響嘅人，我覺得唔少嚇。咁咯。好 OK， 咁呢個我贊成啦。咁如果你自己睇嗰個，我諗我哋 respect 每個人點樣睇自己成功同埋人哋成功係嘛？咁我哋唔去 debate 呢樣嘢啦。咁你有咁嘅睇法咧？你係點樣？即係你嘅宗旨，你嘅 values 係點樣能夠去？我咪就係去我咪就係一個樂觀嘅悲觀主義者咯。我咪就係即係我會即係諗好多大問題嚇，但係你會嘗試做到啲咩去改變佢？你唔可以諗到問題咁你就喂死咗佢算啦，咁係咪先？咁你諗到問題，你點樣去推動去改變佢？我諗呢個就係不停作為一個原動力嚇，喺自己本身做生意嘅時候，喺我投資嘅時候，希望揾到一啲好嘅 project 能夠影響到一啲大嘅改變。到而家喺立法會嘅時候，有啲咩能夠推動到 ？OK， 咁啊真係尤其是佢嗰個。即係佢個胸襟咧，係咪真係係一個佢睇緊嘅就係一個宇宙嗰個胸襟，咁而係咁樣去推動咧，咁真係，所以我喺我嚟睇就係非常之成功嘅，即係咁樣去做到呢樣嘢，做到唔同嘅嘢。OK， 咁啊或者我趁呢個機會咧，大家有冇咩問題或者有咩分享可以問一問我哋兩位嘉賓，定係仲係消化緊Duncan嗰啲哲學啊，嗰啲哲理？好啊，等一咪。係啊，我想問下你兩位嘅人生目標係乜嘢？
唔知不停轉變中，係即係由當初屋企嘅時候想自己即係做好啲爭氣俾老豆睇。跟住到老豆唔喺度，就發覺自己需要啲咩嘢自己想做啲咩嘢，跟住就希望推動屋企嘅品牌啦。老豆唔喺度啦，喺度做啲嘢，跟住又好想喺科技投資能夠帶動到啲。咁其實即係人不停喺度，你亦都要 take 你每一個嘅機遇即係你每一刻，我覺得 floating target 即係我冇話我今日想做咩嘢，但係你有啲嘢唔到你揀，即係我覺得你。有啲嘢好似呢個世界你冇得揀，但係你喺你揀嘅時候，你揀咗，你咪向住嗰個目標進發咯。咁好似我都話5年前都唔知道我會做從政㗎，做立法會㗎。咁你揀咗，咁你個 floating target 又唔同咗咯。咁你 at the same time 你又放棄咗有啲 target 喎。即係今日我會嚟講嘅係，喂，好似我本來之前嗰個追求點解又會唔同咗咧？咁我唔識講。你 set 一啲 unrealistic target。不如眼前剔咗有啲咩機會，你走去做好佢。係啊，我識個朋友同埋香港人咧，咁其實有幾樣嘢真係，即係你做咗出嚟係好 respect 㗎嚇。咁譬如荔園咁樣，呢度後生嗰啲可能唔知我講咩啦嚇。咁其實成個荔園成個 complex 對我哋童年係有好多回憶同埋好多影響。咁你喺幾年裏邊有帶出唔同嘅荔園嘅 feelings 俾翻我哋，咁係真係。其中一樣嘢係真係 enrich 到我哋好多。咁你譬如講譬如 ITJC 同埋你幾個會去默默咁樣，即係我覺得你係默默耕耘咁去幫我哋，即係成個界別去提升我哋嘅 IT 嘅專業地位。咁其實我哋睇到係非常之 respect。我今日請你唔係嚟擦你鞋㗎嚇，我想再講清楚先。OK 咁雖然當年。你阿哥啊，你爹哋都俾啲 tips 我，益咗我少少喺馬場嚇，咁但係就唔係呢樣嘢。OK，咁喂，阿 Herbert，你share 啲人生嘅目標啊，你嘅睇法啦。我先話，其實阿 Duncan 做咗資訊科技界呢個界別之後，令我改觀咗對資訊科技界。科技創新界而家。即係以前啦，你知道，以前嗰前幾任都令我好唔滿意嘅但係到阿 Duncan 咧，我覺得。佢真係你冇做啊！你使乜抹汗啫？因為我係你知道邊個㗎啦？我哋 band 裏邊嗰個。我抹汗，好在我冇支持過佢哋啫。係啊，即係總之，阿 Duncan 係令我改觀嘅。佢幫我哋資訊科技嘅做嘅嘢，同以前嗰幾個做嘅真係好唔同，真係落實係去幫咯。所以我講呢一樣嘢，因為我咧就我個喺其他人眼中，可能我諗緊想嘅目標係好唔同大家嘅因為我係一個佛教徒，所以咧我嘅理念咧就係咧唔好浪費咗呢個人生，係嘛？可能聽日瓜咗啦，咁我今日都可以話咧，我都已經做盡嘢啦咁。但係喺作為資訊科技界嘅一員，即係我哋創新科技界嘅一員啦，我自己慢慢係想希望可以做多啲關於科技倫理嘅嘢嘅，因為大家都睇到今日嘅 AI。嘅發展咧，唔需要有人 stop 唔到佢嘅。你只有機會嘅話，係咪喺呢個界別裏邊去多啲去提出科技倫理啦，甚至乎量化多少少？因為呢個字本身亦都係好容易虛嘅。不過我諗緊即係喺我自己想做嘅嘢之中，如果要揀一樣同我自己嘅宗教係可以夾到嘅話，咁我會覺得我希望向呢個方向走咯。亦都係咁樣，所以點解會之前喺我哋會裏邊寫咗本書？希望俾啲中學生睇。其實咧，我最滿意嗰橛咧就係我寫咗 ABCD 啊嘛。人工智能啦，大數據啦，區塊鏈啦，算力啦。但係我其實最中意寫 E 嗰橛嘅。我係希望揾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單寫一本書叫做科技倫理，揾鬼睇咩啱啊？咁所以要將個倫理嗰橛嘢等咗喺 AI 啊其他裏邊先有人睇噶嘛。咁希望咧喺中學嗰個階段開始可以令到大家理解咧。科技唔會令到完全令我哋幸福嘅，喺中間裏邊要做啲。咁喺我自己個目標，可能同大家有啲唔係好同啊，就好高騖遠啲。即係我係覺得唔想浪費我自己嘅人生，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咁多我之前嘅老師、師傅、朋友，令到我今日所謂稱為
專家係嘛？或者你頭先所講個成功人士，咁你可以做到嘅嘢嘅時候，盡量發揮自己可以做呢件事咯。By the way，頭先你哋兩個講嗰樣嘢，令我諗起我一個 mentor 同我講咩叫成功人士咧，就係你係有嘅能力係 to change the experience of the others 嘅時候。所以你講嘅影響啦，阿Duncan講緊嗰樣嘢咧，我覺得啱啱就夾咗呢樣嘢。You have change the experience of the others 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將會係呢一個地方裏邊嘅 leader 啦。即係你可以 lead 到人哋去諗一件嘢，不過咧係among嗰班人啫喎，因為有啲人可能覺得，哇你唔係啊嘛，呢個時候講倫理，我哋都未開始賺錢係咪？你喺度講倫理就唔啱啦。咁我覺得唔緊要，大把人踩緊油要將 AI 繼續向前推嘅時候咧，我係咪可以喺當中裏邊做少少剎車嗰個話俾你聽？其實裏邊好多問題㗎，即係咁樣，我想分享呢幾樣嘢。多謝你分享，我肯定即係你一定揾到啲志同道合嘅人。同你一齊去推動呢兩樣嘢，包括你啦，肯定係嚇。不過我識咗你幾廿年咧，你冇揾過我做你師傅，亦冇揾過我做你個 partner， 咁即係我都明白嘅一樣嘢而家嚇。OK，very good，very good。大家有冇咩係 Sophia 唔該。Hello， 大家好，我係 Sophia 啦。咁我公司就係 Achieve Tech， 我都係做 IT 嘅。咁我今日有個問題想請教下 Duncan 嘅。咁你今日講咗句説話咧，我好respect 亦都好感動嘅，就係樂觀地悲觀啊。咁呢樣嘢我係即係好 touch 到喎，即係話其實你係好樂觀、好積極咁去做每樣嘢，但係準備最差嘅環境係啦。咁呢樣嘢係即係都係我自己人生哲學啦，即係好 prepare for the worst。咁樣啦，咁同埋你頭先可以即係分享到話啊，可以自己去創業啦，離開離家庭嗰個 ecosystem 啦，咁啊自己創業，我相信呢個過程都相當唔容易，亦都係好好啦，過程做得好好。不過有樣嘢咧，我都想你即係 further 再分享下，你由創業咁成功，點解會去從政咧？因為我印象之中啊，從商同從政係完全兩種人嚟嘅。咁 serve 嘅 purpose 都係唔同嘅，咁想請教下你，即係由一個咁成功嘅企業家，去到一個從商嘅，係中間係受啲咩刺激啊？定係你真係想做某啲嘢？可唔可以分享下？我諗可能 Sylvia 冇我哋咁多年嚟參與咁深啦，即係喺香港嚟講，雖然一路叫做從商投資，但係亦都我諗我哋係當初一腔熱血嘅啫，即係幫下朋友咁樣。叫做搞會啊，跟住入咗個業界啊，跟住幫手推動嘢俾政府啊。咁可能你冇感覺過嗰陣時，我哋想推動嘢俾政府，當年初科技界係幾難嚇。即係我諗20年前，而家某位話自己搞科技嘅司長，我哋嗰陣時就可以揾佢，叫佢支持科技。你知佢嘅係點答㗎啦？即係香港科技冇得搞嘅，作為一個財政司司長嚇。咁嚇叫佢揾政策，佢係聽都唔聽。你企喺度等佢5分鐘，佢喺坐喺度望都唔望你，即係咁樣嘅科技嘅情況嚇。咁而亦都個立法會嘅情況啦嚇，嗰種撕裂同不作為啦。咁我諗喺我哋搞咗10幾年參與喺叫做打逆境波嘅朋友，都會理解你嗰種無奈嚇。即係當然啦，即係香港成日都話自己業界好叻嘅，唔使靠政府嘅。但係政府嘅政策永遠都係對任何一個產業都係非常重要嘅嚇。你有一個唔止不作為，仲要行逆境波調轉行嘅政府，你係好困難。咁所以亦都大家只能夠香港咁多年嚟做科技係做得好短期嘅嘢，因為揾到食咪得咯。你 start up 同你講10年，冇人幫你，你點做10年啫？你今日開唔到單已經死得啦。咁所以你係冇一個科技產業嘅可能性嘅，冇政府嘅政策推動。咁所以亦都我哋從來冇諗過會咁樣講啦，個政制會有改革，亦都冇人諗過19年嘅事嚇。咁所以呢啲真係積累咗落嚟，個世界行到嗰個點發生咗，就頭先我咁講，擺到去你面前，咁而你覺得自己係幫到手嘅嚇。咁而當初我亦都估錯咗啦，我諗住我可以一半一半時間可以管下自己生意啦。咁呢個就估錯咗啦。咁但係即係就係你估唔到嘅嘢發生咗，而你亦都參與者一路喺入邊，而你嗰一刻你覺得原來你可以做多少少嘢，
但係你亦都要 give up 你一啲其他做緊嘅嘢嚇，咁咪就係冇預期嘅事，永遠都會發生嚇。咁你要決定咯，決定咗咁你咪做到底咯，就只能夠做好佢嚇。另外我嘅睇法就係即係佢係眾望所歸，我哋好多人無論正面或者後邊都係推動佢去做呢樣嘢咯。咁而佢係而家係證明到係做得非常之好咯。咁即係呢個又係即係我另外一個睇法嘅分享。前邊啲人幫到手咯，係終於有個出嚟做嘢嘅人，大家唔支持佢支持，梗係要支持㗎啦。 OK，後面個咪。我係 Eddie 佢啊，各位同事啊，朋友，我想一個問題咧，我哋咧香港人咧係83歲、84歲死㗎嘛嚇，即係而家嚇，即係平均壽命。平均平均。咁我哋做科技界咧就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啊！我今年68啦都嚇，就係咧你做科技轉得太快，根本我哋咁嘅年紀咧，如果中國咧係30幾40幾已經話冇嘢撈啦做科技，香港就好啲。咁咧就去到50幾60幾都仲有個嘢撈啊！咁但係咧，咁後面嗰10年、20年點算咧？即係你哋身為創科嘅領袖，咁你有啲咩建議俾我啲咁嘅老人家咧？我諗唔係淨係年齡嘅問題，呢個我哋成日講。其實我自己覺得，我個人嚟講點解話悲觀主義者咧？我覺得我哋過咗好幸福嘅幾十年，冇戰亂，冇任何情況，香港經濟發展好。我成日同我啲細路講，我話你哋好有機會。冇我更幸運嚇！我相信你哋嚟緊嗰幾十年好大機會面對戰亂啦、大嘅制度改革啦，包括金融制度嘅改革啦、人類生活習慣嘅改革。頭先講 AI 嗰啲嘢唔會逆轉頭嘅 AI。嗱，而家呢排幾間中資上市公司我都問啦，係嘛？舉例董事會全部用晒 AI 啦，咁你以前做筆記、做秘書處工作嗰啲。3年內你冇得改嘅，一定冇咗嗰啲工作職位，一定冇咗。好多工作職位其實係唔需要。大家話政府冗員，其實但係你再加埋 AI 嘅衝擊呢，我覺得個改變個工作個崗位係會非常巨大。學習嘅方法，如果我哋再唔改呢，我哋中小學仲係咁教人呢，亦都死梗嚇。因為你根本我哋由一個工業革命嘅制度嘅準備。嚟到面對已經唔係電腦化啦，係數字化嘅世界。咁如果你喺個教育制度方面唔改革啦，包括政府制度點唔改革啦，金融制度大家見我一齊講 Web3 啦，金融制度唔改革啦，將會面對非常大嘅挑戰。有一個世界領先嘅強國，而佢嘅習慣性格係唔輸得嘅。琴日香港對美國隊，我哋打壁球。美國嗰啲我睇好唔順眼㗎啦，唔好意思，我喺度讀書，即係我好敬佩美國有好多制度整咗出嚟。哇！見到我哋啲球員最後佢輸2-1俾我哋啊嘛，又懵又剩又呢樣嗰樣，咪唔輸得咯。即係你唔可以怪佢，佢個民族係咁啊，所以佢咁成功，因為佢唔輸得，佢嘅壓榨，佢嘅 cowboy，佢要打死你，佢唔輸得。咁你一個領先嘅咁嘅國家，但係佢個制度面對咗好多困難，包括佢嘅金融制度，包括等等。但係佢唔願意輸俾任何人，佢嘅性格亦都係你威脅我，我會打死你。咁呢個係個客觀現實，而家擺喺度。跟住科技嘅突破，令到大家嘅工作改變，可能更加多人全世界會喪失咗個工作機會。唔係年齡嘅問題，咩年齡都好，你會喪失咗你工作機會，因為你教出嚟嘅人係唔係需要嘅人。咁你會更加民粹，更加多動盪。我個人睇法啦，以我悲觀嘅睇法，更加多動盪。你邊一個國家、邊個城市能夠提早改進你嘅制度，能夠改革你啲人去準備下一個世代，呢個城市將會能夠領先。所以我哋一定要改嚇。而你而家呢個世界係 winner takes all 嘅，唔係以前咁撈勻。以前你做廠啊，你做中小型廠都做得。今日你唔係頭嗰3間你都執得，你冇中小型㗎啦，國家一樣。咁你邊個能夠作為一個領先嘅地區，將會 winner takes all？ 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個人睇法，我覺得好多嘢要改變。咁係咯，而唔係話即係年齡，係因為年齡而改變啊。
嚇，即係個社會嘅改革係社會就即係跟住嗰個時候咁。我反而覺得用你嘅佛教嘅理論再嚟嗰方面去。我覺得從 AI 嘅睇法咧，就係我覺得 AI 係 anti-aging 嘅。即係其實你今日喺 AI 裏邊有好多個工具咧，都係幫緊我哋啲老嘢咧。喂，我哋其實經驗就越嚟越豐富啦，但係我哋嘅記憶力就越嚟越差喎。即係話因為嗰樣嘢，我記憶力越嚟越差。即係成個 AI 咧喺好多個環節上，如果年紀大咗嘅人識得用佢嘅話咧，或者你其實咧你仲可以延續耐啲添。即係以往嚟講啊，精力唔夠啦，係咪要瞓晏覺啊？即係好多唔同嘅嘢。但係我覺得有咗 AI 之後咧，其實可以延續到我哋一啲其實思想仲好活躍，諗嘢仲好掂。不過咧係跑起嚟已經唔夠後生仔跑啦，係嘛？咁你話係咪 anti-aging 啊？如果你識得去轉變，即係樂觀啲嘅諗法嘅話，早啲要去用呢種工具去幫到自己咯，甚至乎早啲去積累一啲自己嘅數據，係咪？大家知道啦，你 LLM 有嘅其實係 common sense 嘅算法嚟㗎嘛，但係咧佢欠缺咗係你自己擁有嘅 data 去幫你自己嘅嘢啊嘛。即係專有數據咧，一間公司就有自己專有啦。其實人咧都有專有 data 嘅，啱嘛？呢個專有 data 能唔能夠令你保留到你自己嘅經驗？然之後呢種經驗經過，我好相信呢一點嘅。再過多幾年咧，你如果儲晒你自己有嘅一啲自己嘅資料啊，唔好淨係做數據啦。我好相信咧 AI 可以話俾你聽，你爭啲乜嘢嘅，你可能要學啲乜嘢嘅。咁但係所以我話樂觀啲去睇咧，其實佢可能係一個 anti-aging 嘅工具都得嘅喎。絕對贊成，即係多謝嘅分享，即係有個 AGI 啊嚇，呢就係 AGI 嚟㗎啦 ，AGI。OK， 或者最後一條問題，時間關係，我係咪啊？唔好意思，我睇唔到。一次過問晒好嘛？好啊。Hello， 大家好，我係中國電信嘅 Ever。咁咧，我想請教下嘉賓啊，作為創科嘅領袖啊，你認為培養高效團隊啊，至緊要嘅因素係乜嘢？咩團隊？高效團隊。哦。高效團隊係。即係 next generation。係冇錯。哦，高效。高效團隊。哦，高效團隊，即係啲學生，即係嗰啲大學學生。OK， 得，我呢個問題我哋你問埋呢個問題先好冇？啊，你這個。好的，我可以說普通話嗎？我不會說粵語，不好意思。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富居 Film BI 新來的同事。然後的話，我是上個星期剛剛加入富居Film BI 的。然後呢，我也是剛剛進入咱們這個科技領域，所以對於我這種新興的從業者吧，我覺得就是我心中其實很多疑惑。所以我想問一下兩位，就是在科技領域已經是很成功的人士了，對於像我們這樣的，比如說剛剛進入這個領域的，有什麼建議？對，他剛才說了，你跟對老闆就好了。跟對老闆，當然，我們老闆是很好，就能今天來這裡學這麼多知識，我覺得就是老闆給我機會嘛。當然，我也想再聽一下兩位的其他的意見。其實都好相似啊，一個就係啲高校，一個就係新入行嘅後生。係咪有問題啊？係嗰邊好似有個朋友咁，可以問埋講個問題好唔好？我哋好快。好多即係好似我哋咁年紀用開都有某個 professional area 都有知識 ，AI 係好幫到手。但係個問題出咗嚟，我哋而家好似我哋自己 professional 嘅時候，我哋 draft 文件啊、寫嘢係掟啲俾僆仔做，啲僆仔 draft 之後我再睇再 review 然後再 finalize。咁啊過程之中係令到啲僆仔會學識咗，變咗啲 knowledge 啊，做嘢方法可以承繼咗。但係 AI 之後咧，唔使 AI 幫我搞掂咗啦，佢仲快靚仔，仲好叻仔，仲好過我哋僆仔。咁呢個我想其實同阿Duncan有少少類似嘅諗法，我就有少少好矛盾啊！喂，咁好用嘅嘢都冇人用啊！老細嗌快交功課，梗係揾個 AI 做啦。咁但係現實上就係，如果喺從個成個社會角度去睇嘅話，呢個會好似世代嘅矛盾嚟嘅喎。我哋嘅 knowledge pass 唔到俾啲後生仔去學嘅喎，因為佢學係 learning by doing 㗎嘛。你都唔俾佢 do，佢點會學得到啫？咁呢個其實我睇下啲嘉賓對呢個問題有咩嘢見解，或者我哋應該點樣去平衡翻佢啦？好，非常之好。其實呢個問題就好，即係而家好 common，即係好多人都有呢個即係兩面衝擊嘅思維呢個問題嘅，好嘛？OK，咁啊，我哋兩個問題，咁大家
一個就係即係新入行啊，或者 training。 Sorry， 有一个小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讲的 data， 因为我知道就是邱宇元也在这个，包括崔教授也在这，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这个，我们用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的 data， 我们的 data 必须要融合，才能产生价值，才能产生更多的价值。我们有两个极端，像欧洲，它 GDPR 欧洲的数据保护太严了，导致它影响它的互联网的发展。但是呢，美国它的数据开放程度非常高。好，看完他们，因为就是所以说数据需要融合，但是呢走向两个极端。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情况是我们现在中国或者是全球的这个数据壁垒越来越高。但是呢，从社会发展来看，从 AI 来看，我们就需要数据做更多的跨界，甚至是可信。我们有可能有可信空间。那么我想请教，就是邱议员和石教授，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港府有没有相应的准备？就是如何利用香港的优势来做全球的数据的跨界的融合，以及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打造更可信的数据空间，这样它才能让我们数据的价值发挥到极致。就是我不知道，就是香港政府或者是学界有没有相应的就举措？谢謝。這個是很大的題目嚇，很大的題目，很多問題。我哋有三個問題，咁或者好快，我哋好快咁樣可以嚟揀作答，好冇？好嘛嚇？一兩句咁答咗。我覺得係思路問題嚟嘅。頭先前面嗰3個問題咧，其實係個思路問題嘅。今日嘅學習方式其實同往日嘅學習方式係變化咗嘅。若然你想學某樣嘢嘅話咧，你會發覺咧，大學裏邊咧係教唔晒你啲嘢嘅。即係原本我哋學習知識嗰個渠道，同今日我哋學習知識渠道唔同。好似我哋以前喺阿里請人咧，請我哋呢行嘅第一件事問佢有冇參加過比賽啊？比賽攞過咩獎啊？你喺比賽裏邊做乜嘢㗎？即係我好想聽咧，其實係一啲 problem solving， 你其實係點樣去做嘅？呢個係一個我覺得幾重要嘅 element 啊！學習而家咧打開 YouTube 大把人教你嘅，反而係喺 YouTube 裏邊邊個先係真係教到你選擇嗰個 source 咧，其實先係一個困難嚟嘅。information 係唔係一個困難嚟嘅？咁調翻轉頭去翻頭先嗰位朋友問嗰個問題就係咧，嗰個僆仔佢用GPT 嚟砌出嚟嗰嚿嘢咧，其實我哋只能夠稱係為 first draft， 佢係 draft 嚟嘅。咁反而 senior 嘅人開始調翻轉頭要話係咩咧？若然嗰個人俾咗我，根據我嘅思路，我點睇佢呢篇文章或者呢篇嘢裏邊嘅問題喺邊咧？嗰個 prompt 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嘅經驗所在。即係寫個 prompt 去 check over 翻去呢件嘢咧，到底係啱唔啱啊？嗰度裏邊咧係充滿晒經驗嘅。如果叫佢幫我寫一封信去點嗰個咧，反而唔係充滿經驗，係個 prompt 要寫得越叻咧，其實譬如話3歲馬原來咧係得18歲嘅啫，係嘛？乜嘢都有可能嘅，5歲馬就老馬嚟㗎啦。咁呢個經驗你寫俾個 prompt 講，然之後幫我揾一隻馬出嚟贏嘅話咧，已經係一個好深嘅對呢行裏邊好熟嘅經驗啊。所以咧經驗依然係重要嘅，我覺得。反而喺個 prompt 裏邊點樣融入嘅經驗，你要學啦。即係呢件事情，所以頭先同嗰3個問題其實好相同嘅。咁我唔知阿 Duncan 你有冇？好快啦！頭嗰兩個問題好簡單啫。我覺得呢個世界就冇話一本通書學到老㗎啦。你高考啊或者咩都好，你都要不停有個學習嘅心態，因為你而家啲嘢轉得太快。咁你冇話一樣嘢好做到尾嘅。你高考嗰度咁啊，不停學習。AI 我覺得嗰個都好多人講啦。咁你冇得唔用嘅。其實我覺得你其實你點樣令到自己嘅適應或者個工作嘅改變？呢個都係我唔會覺得 AI 會取代晒所有人嘅工作嘅，不過人嘅工作模式會改變，或者你做嘅嘢會唔同咗咯。咁變咗你係咪可以話完全唔用？我又真係覺得呢個係趨勢嘅。但係我哋20年前都話所有報紙會執笠啦。咁而家媒體咪容易睇到，不過佢個 format 改咗啫嘛。咁所以我又唔相信話去到咁洪水猛獸嘅嚇，佢只不過係一個 tool 俾我哋去用啫。暫時睇嚟都係咁。然後最後香港嘅 AI， 香港的 AI 我是樂觀的。我感覺因為你要打這個 AI 就像這樣算力、算法、數據，對嗎？算力，我對內地的有信心。現在我們內地很多企業都在做算力這方面的工作。
还有点距离啊，跟美国，但是这个顺利，大家这个领域里面，大家都有做自己的产品，而且你要真的顺利上，你芯片你要做得好的，最后就是中国跟美国，你其他国家也有选，你是用美国队的东西还是用中国队的东西，这个香港也要帮忙这个顺利出口，对吗？这个就国家肯定要去努力，但是香港帮忙在顺利的出口，宣发也是，顺利宣发其实是一个逻辑，但是宣发你要有数据才能做好。那数据香港肯定是我认为是比较最重点我们能发展的，在香港对内地的数据的来往现在在做很多工作了，对国际的数据也在这方面有工作了。你看我们 Hong Kong IC 投的香港项目，第一个 Smart More 是工业的数据，对吗 ？BioMap 第二个是生命科技的数据，第三个是机器人这方面的数据，其实也是会有这个数据方面在做工作，在政策等等。在推动这个数据能让我们的算法更有效，对吗？所以整个布局，我认为政府做很多工作这方面，大家再去努力，这个是有可能从数據作為一個突破口，讓香港在這個 AI 裡面能打出去，或者說幫國家隊出海這方面的。OK， 好，好多謝好姐嘅分享。OK， 咁咧我哋今 overrun 嘅已經，所以真係唔好意思。咁啊，我諗就我哋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我哋再一次俾個掌聲，多謝我哋兩位嘉賓好嘛？好多謝佢哋嗰啲心底嘅分享。咁啊，再一次多謝大家參加，多謝大家嘅 attention 啊，多謝大家。咁啊，聖誕快樂。OK， 咁啊好多，跟住呢個 Good Weekend 好 OK， 多謝。